由法國讀書樂。大家好，我係陸騎士陳仲興，我喺香港出生長大，住喺巴黎。我畫畫、寫作。我想同大家講一本書，書香沉中遊，民國作家在法蘭西。1920-30年代，中國第一批赴法嘅留學生係東西文化交流一個重要嘅關鍵，對中國現代文學嘅發展影響深遠。等水瓶座二人樂隊嘅演奏陪伴我哋遊法國，追尋呢啲作家年輕時嘅足跡。被人稱作詩怪嘅李金發係中國象徵派詩嘅始祖。佢到咗法國之後，首先係到楓丹白露 Fontainebleau 一間中學學法文，然後去咗法國東部第容 Dijon 國立美術學院。佢話係畢生最快慰、最無牽無掛的歲月。呢個時候佢已經開始咗寫微語。然後佢到巴黎國立美術學院學雕塑。22年嘅夏天，每日除咗去博物館，佢日以繼夜咁睇小說，睇到神經衰弱都唔知道。有一日去散步嘅時候暈咗，相信係中咗暑。跟住幾日昏昏迷迷，夢見一個白衣金髮嘅女神帶佢空中遨遊。一連幾日直到病好，佢覺得係上天救命，所以用呢個名做紀念。佢去柏林嘅時候寫咗《食客與空年》。佢同新婚嘅德國妻子去聖凡拉利 Saint Valentin-en-Caux 避暑，催生咗佢第3本詩集《為幸福而歌》。呢3本詩集對中國新詩發展影響巨大。佢亦係一個重要嘅雕塑家。呢本書中，我談到咗幾位被遺忘嘅重要作家，其中一位係傳奇人物盛承。佢係辛亥革命3童子之一，晚年因為對中法文化交流嘅貢獻，受勳法蘭西榮譽軍團騎士勳章。初到法國嘅時候呢，佢首先去中部小城曼多門 Vendôme 去中學讀法文同埋數學。呢度係法國詩祖龍沙 Pierre de Ronsard 嘅出生地。然後佢去法國南部蒙白里 Montpellier 農業專科學校進修蠶桑學。喺佢繁忙嘅學業期間，佢積極參加當地嘅社會活動，而且同法國左派領袖一起創建法國共產黨。盛承將對母親深入肺腑嘅感情寫成咗《我的母親》呢本書，亦敘述咗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嚟大半個世紀嘅苦難。當時如日中天嘅大詩人瓦內里 Paul Valéry 為呢個寂寂無名嘅留學生寫咗洋洋16頁嘅序，一時間盛承譽滿法蘭西。後來佢放棄政治，轉向學術研究。成都作家李歇仁亦係一個曾經被遺忘嘅作家。佢亦都係曾經到蒙伯里大學攻讀，論文嘅題目係法國自然主義後的小說。蒙伯里同成都喺1981年成為咗中法第一次建立嘅雙子城。李歇仁寫過不少喺法國嘅見聞，譬如巴黎大學城等等。
佢嘅代表作《死水微瀾》曾經被遺忘，後來極受重視，並且出版咗法文本，喺故鄉人哋為佢建立咗紀念館。蘇雪林思想先進，但係因為對母親非常孝順，將自己一生嘅幸福當作祭品奉上俾封建禮教。佢去里昂求學，原本係想學繪畫，但係先要學好法文。我最早認識蘇雪林係讀佢寫採葡萄嘅《收穫》呢篇文，記述愉快嘅生活。但係因為家庭逼婚，佢多數嘅時間精神上好痛苦，從宗教中尋找慰藉。佢喺里昂山頂大教堂領咗洗，成為天主教徒。2-3年之後，佢先追上法文，終於入咗國立藝專，但係冇幾耐便赴慕名絕學回鄉結婚。佢自傳式嘅小說《激心》係為了紀念佢最愛嘅母親。朱光潛呢位嚴肅嘅美學家有好浪漫嘅一面，佢因為被逼盲婚同家庭決裂，後來同心上人係根吾喺巴黎重逢，並且雙雙轉學到史特拉斯堡 Strasbourg。朱光潛喺史城大學預備博士論文，係根吾繼續念數學。1933年，朱光潛以英語完成咗悲劇心理學博士論文。佢呢本給青年的12封信，喺即食文化泛濫嘅今日更值得細味。文家試選讀文科、練法文以及去法國留學，都係受咗哥哥聞一多嘅影響。佢入咗格諾布 Grenoble 大學攻讀法國文學。呢個城市喺阿爾卑斯山腳下，以科技同埋滑雪馳名。《紅與黑》嘅作者史當達 Stendhal 喺呢度出生，文家試曾將呢本書譯成中文。巴金年紀輕輕，已經懷住滿腔愛國愛民嘅理想。佢去巴黎東面100多公里嘅吉里堡 Château Thierry 讀書。呢度係預言大師拉封丹 Jean de La Fontaine 嘅出生地。巴金曾經住喺拉封丹中學宿舍樓上。佢喺呢度寫出咗第一本小說《滅亡》。佢嚟嘅時候係個政治家，離去嘅時候係個文學家。喺文革捱鬥嗰段痛苦日子裏邊，佢時時想到呢間中學嘅開門人古賢夫人關懷嘅微笑。佢寫道：50年來，在事煩心亂的時候，我常想起在那小小古城度過的十分寧靜的日子。曾經紅遍大江南北嘅陳學超，亦都係一位被遺忘了嘅重要作家。喺留喺法國嘅7年之中，佢有一半時間係住喺中南部高原黑蒙市 Clermont-Ferrand。呢個城市有一大部分係建築喺一個古遠嘅火山口上，多數屋樓都係以黑色嘅火山石建成嘅。佢喺呢個城市嘅日子好苦澀，因為同伴侶嘅裂痕越嚟越深。佢係以中國嘅詞作為論文題目，成為中國第一個獲得法國文學博士嘅女性。佢嘅長篇小說《工作着是美麗的》當年轟動一時。傅雷帶住惶惑嘅心情同埋沉重嘅使命感去法國。佢一抵步就離開咗中國學生聚居嘅巴黎，隻身前去300里外嘅小城貝底埃 Poitiers。佢徹頭徹尾咁浸進外國語言嘅環境中。10個月以後，
佢已經能夠進入巴黎大學專攻文藝理論。佢同新加坡畫家劉抗搬咗去巴黎東郊馬恩河上的路鎮老莊舒曼，時時一齊睇畫展、聽音樂。佢又去過瑞士邊境雪山度假，去過比利時、意大利等地作觀賞藝術之旅。但係佢心情時時都好憂鬱、好悲觀、厭世、彷徨，直到讀咗貝多芬傳之後，先大為振作。佢翻譯羅曼羅蘭嘅約翰克里斯朵夫喺當時影響好大。戴望舒係一個非常我行我素嘅詩人。喺巴黎嘅時候，佢從來唔去返學，而係自己努力用功，最鍾意去河邊行書檔。轉咗去里昂大學，佢仍然係咁樣，完全唔收學分，因為佢去西班牙參加示威被捕，俾大學開除咗學籍。但係後來大學教子之前嘅傑出人物肖像中有佢。徐志摩同埋曼斯菲 Catherine Mansfield 只有一次短短嘅相聚，佢稱之為不死的20分鐘。呢兩位短命嘅天才好似衛星相遇，佢哋十分投契。徐志摩將佢嘅作品譯成中文。佢去世後，徐志摩為佢寫咗好深情嘅詩句。後來佢去歐洲，更專程去佢嘅墓上。我踏着徐志摩的足跡而來。安德烈·朵爾曼 André Dormont 同李志華夫婦將《紅樓夢》完整本譯成法文。朵爾曼喺中國住咗48年，返到舉目無親嘅故國。佢住喺華優夢修道院。李志華每星期二嚟到同佢合作，10年風雨不改。呢本書係翻譯界一個重要嘅里程碑。蒙達至蒙特基火車站前鄧小平廣場上立住當年留學生精英嘅浮雕像，呢個小城曾經係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嘅海外搖籃。曾經有好多重要嘅中國歷史人物嘅足跡留喺呢個小橋流水嘅古城中。當年嘅男生宿舍，當年嘅女生宿舍，紀念館，好多勤工儉學生喺玉青松工廠工作。鄧小平喺呢度度過咗佢嘅18歲生日。里昂嘅中法大學係中國唯一喺海外嘅大學。喺山上聖伊雷內堡 Fort Saint-Irénée 中，而家係新中法文化中心。我哋喺中心前遇到咗攝影師韋東生，佢拍攝絲綢之路全景圖，從西安開始到烏魯木齊至霍爾果斯口岸。佢每行走15米至50米就拍一張，目前已連接為超過5000米嘅山水景觀長卷。里昂被視作歐洲絲路嘅終點，佢亦拍攝咗里昂絲綢博物館，將與其他絲路文化要點構成總體。里昂亦都係小王子作者聖伊瑞比里 Saint-Exupéry 嘅出生地。除咗上述各位作家，當年很多中國文化人都嚟過巴黎，住咗一段時間。有好多地方，尤其係拉丁區，都遍佈佢哋嘅足跡，譬如聖米蘇廣場、盧森堡公園、索邦大學、
國立美術學院等等。馬賽東方門。當年嘅學子抵達同埋離開法國，多數都係經馬賽，由火車站轉去法國各地。咁樣嘅遠行，對呢啲年青人都係生命中極重要嘅轉捩點。其中有啲經濟十分困難，甚至有只靠食麵包充飢嘅艱難日子，而且外國飲食總不合意，有機會就相聚開家鄉菜大食會。喺異國生活，鄉愁同埋苦惱混合住喜悅同埋興奮，而多數人都好掛念苦難嘅祖國。好多作家後來都經歷咗驚濤駭浪。呢段留學生涯雖然有困難時刻，每提起來時，時時都話係生命中最美好嘅一段時光。佢哋留下咗，亦都帶走咗回想中永遠嘅青春。